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很开心能够在今天的主日礼拜再次跟大家见面。想问大家在这一个礼拜是不是过得美好呢？而且难忘呢？这礼拜是很辛勤呢，还是很劳苦努力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还是你很悠闲呢？还是轻松自在？喝着下午茶，聊聊着八卦。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只要能够平平安安的、扎扎实实的生活在每一天，然后来到教会，来到我们上帝的宝座前，跟他有一个好的亲密关系。我相信这就是一个神给我们最好的恩典。其实，在上一周呢，我们经历了耶稣钉在十字架的那个受难，然后又复活了。不知道各位心情是不是有点七上八下？我就挺七上八下的，因为可能要在那边爬吧。那这个心情呢，是如此的七上八下、高潮迭起的。不过，这个其实也是上帝借着我们，借着这些事情，要我们脱离身上的罪的瑕疵，还有那些死亡的恐惧，借着他的复活，就如此的彰显出来。这样一来，我们跟他也可以有更加亲密，而且有直接的关系。好，既然我们的神已经复活了，那我们也向我们旁边的亲朋好友说：复活的大能已浇灌在你身上。复活大能已经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这么好的神，有那么恩高的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脱离这些死亡的瑕疵，让我们有重生的盼望。我们是如此的恩典。既然我们身上都有这些复活的大能，那我们是不是也该把这个能力也让其他人也一样享有呢？我们是不是要用这份能力，这一份权柄，来让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未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也得着呢？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同我们一样，让这个恩典降临在我们的身上，让这个恩典的感动在我们身上直到永远。现在呢，我请大家一起向着天父献上他所赐给我们这些祝福，来向他献上一个最诚挚、最深的一个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向他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又能够相聚在这圣殿当中，一同敬拜你、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此用最深的敬意和感动，来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你是怜悯的神，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你是赐下平安喜乐给我们的神，你是公义的神，让我们不再为世上的纷扰所影响。因为你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是良善的神，帮助我们不被死亡的恐惧所捆绑，并给予我们那美好的永生盼望。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是何等的荣幸能够成为你的孩子，何等的恩典能够获得你这丰丰富富的祝福呢？如
接，我们只能献上最热烈的敬拜，最全心全意的赞美来回应你的爱。哈利路亚！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让我们来一同开口，大声荣耀我们的王，来恩典降临在我们身上吧。若变为刚强，命中成为富足。夏夜的海间，海枯变为条路。一切伤的花都填满，地区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将软弱变为刚强，命中成为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你宝剑能胜，没有难拯救的事。姐妹们，我邀请大家站立起来，让我们来一同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来一同开口，让恩典降在我们身上。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夏夜的看见，海枯变为条路。一切长发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不比我，在这世面很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你的
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神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神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神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
今世到永远，荣耀归于你，全名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荣耀归于你，全名归于你，羔羊已作王，从今世到永远。荣耀归于你，全名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所见。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所见。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所见。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荣耀主耶稣。荣耀主耶稣。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的君王，我们再次将全部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配得一切的赞美，配得一切的尊荣。主啊，我们也相信，我们不只从早晨到夜晚敬拜你，我们从今日到永远都要敬拜你。我们也不仅是我们的教会敬拜你，我们每个人要举起我们的心来敬拜你。主要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正式成为一个荣耀的敬拜，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也再次的摆上，求主你来悦纳。也求主你在我们今早的敬拜当中，再一次赏赐你属天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有主你同在的美好。主，我们感谢你。这时候，我们也再一次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大家请坐。恭受上帝的话，记载圣经哈巴谷书1章1节到第6节，12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以下是上主向先知哈巴谷启示的信息。上主啊，我要呼求多久，你才垂听？你才救我们脱离强暴？你为什么要我们看见这样的灾难呢？你怎么能容忍这种坏事呢？我的周围尽是毁坏、强暴，到处都是打斗、争吵。律法没有力量，没有作用，正义永远不得伸张。坏人欺压义人，正义被歪曲了。上主对他的子民说：“留心观察你们周围的国家，你们对所看到的会很惊奇。我要做一件事，你们听了都不会相信。我要使凶猛残暴的巴比伦强盛起来，他要横跨世界，
征服别人的土地。第12节到第13节，上主啊，你从太初就是上帝，你是我的上帝，是神圣的、永恒的。上主，我保护者啊，你选择了巴比伦，使他们强盛，好来惩罚我们。可是你怎么容忍受这样叛逆、可恶的人呢？你的眼睛太圣洁，你绝不看罪恶，也不容忍人民做坏事。那么他们回面比自己公正的人时，你为什么不说话呢？献诗，我们由音展小组来献诗。献诗的曲目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献诗完之后，我由我们郑牧师来证道。牧师证道传讲的讯息是为什么？感谢音展小组带来的美好的诗歌，也愿这位叫我们抬起头的神，在今天当中祝福每一个人。特别当我们感到灰心软弱丧志的时候，愿神再次抬起我们的头，看见他的亮光，也看见他的帮助，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开心我们今天又再一次回到上帝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他。特别我们看见当疫情渐渐消散，我们的许多弟兄姐妹也回到教会实体开始来礼拜。
但是我们发现仍然还是有许多空着的座位，所以你可以观察看看你四周围有没有原本是你那个旁边邻居很熟悉，但是他最近没有来的，你鼓励他，也告诉他要回来教会当中一起来聚会。我想来到教会当中聚会，不仅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彼此兄弟姐妹，彼此间我们可以有好的团契的时间。所以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继续的邀请，让更多人回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一起敬拜他，一起来赞美他。在开始我们讲到之前，我们再次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慈爱再次吸引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你。主，透过我们今天早上所唱的诗歌，我们所看的圣经，我们所听的讲道，我们所奉献的每一件事情，都求主你来悦纳，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天，你赏赐你新的恩典、新的恩膏、新的力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真的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的同在，再次得着重新的力量。将以下时间全然交托仰望，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将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呢？只要当一个孩子出生还小的时候，他就会开始问这个问题了。为什么这个可以吃？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吃？我可不可以玩这个？为什么不能玩这个？我为什么不能说这个？为什么我不能拿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很常要问为什么。就算你不是小孩，你就算现在是大人了，你也还是会很常问为什么这3个字。但是，特别是小孩很喜欢问为什么，因为对小孩来说，他的世界非常的新奇，对他来说，他的世界是可以不断的去探索的。前几个礼拜有一个主日学的小朋友问我一个问题，我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这是一张图片，米开朗基罗所画的图，所做的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艺术。给大家观察一下，你在这个图片当中，你所看到的是什么东西？给大家观察一下，就是这个我们虽然很熟悉了，不过你再认真看一下，你在上面你观察到些什么？我刚说几个月前有个主日学小朋友问个问题，他问我说：“牧师，亚当有没有肚脐？”他问我亚当跟夏娃有没有肚脐？为什么他会这样问？亚当跟夏娃是，亚当是泥土造的嘛，然后夏娃是肋骨取出来的嘛，所以他们不是从妈妈的肚子生出来。所以那个小朋友问我说：“那牧师，他们有肚脐吗？”哇，这个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哦。如果等一下礼拜结束，你有想到答案再告诉我，好不好？再可以告诉那个小朋友。所以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在问问题，小朋友有小朋友的问题，我们大人有大人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我们在学校，我们所接受到的一些问题的答案，好像常常是制式化的，1就是1，2就是2，3就是3，A 就是 A，B 就是 B， 好像很少有一些可以转圜的余地，或者是有一些可以改变的空间。好像这个世界一定被限制在某些答案，好像才是对的，或者是被限制在某些答案，好像才是正确的。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老师分享他在批改他的他的学生的作业，我们来看看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哈。有一个题目叫写出相反字，那大家知道左的相反字是什么？右嘛，对不对？上的相反字下嘛，这个小的相反字是什么？大，来的相反字去嘛。好，但是你知道这个小朋友写出相反字哈，他写的相反字是，但是有错吗？好像也没有错哦，好像也没有错。好，另外一个老师他分享他这个题目里面有一题要造句，造句的题目叫得意。OK， 那我们看这个孩子他怎么造得意这个词哦。我妈妈每天煮菜的时候都用得意的一天沙拉油。好像也没有错吧？好像也没有错，对不对？但是老师把它圈起来，然后其实另外一题老师也打叉，小朋友就问为什么啊？对啊，相反嘛，我把左反过来嘞，然后得意的一天啊，好像没有错，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像有很多的问题，它的答案好像不见得是只有一个，甚至是我们会凭空想象出一些不一样的答案。当然，这个可能有解决的方式啊，就是老师可能告诉他这个题目真正在讲什么，以至于他可以去修改。但是对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特别在信仰当中所遇到一些冲击，
不见得每一个都有办法被修改，或者是每一个都有办法那么容易的被解决掉。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他叫约伯。约伯他圣经描写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然后他有非常多的财产，然后有非常多的儿女。但是有一天他遇到一个非常大的灾难，他的钱财没了，他的儿女也没了，甚至他身上也长了烂疮。于是他有3个朋友来，他们不仅没有安慰约伯，而在约伯的旁边一直告诉约伯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子？你是不是让上帝生气啦？或者是你的儿女是不是没有做好的地方啊？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在约伯的当下，他应该很问号啊，就是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对于他旁边来的3个朋友，他们也试着在帮他找答案。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特别当我们生命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停地找答案。上帝，你为什么让我现在这个时候遇到这件事情？上帝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是我在这一件事情当中跌倒了？我们也不停地在问。特别当我们遇到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更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哈巴谷书》，这个先知哈巴谷他生活的年代是在犹大国已经算是末期了，整个国家已经走入一个非常败坏的时刻。特别他在一个约西亚王跟约雅敬王服侍，但是这个约西亚王很特别，这个约西亚王当他在带领这个犹大国，事实上他有想要去改变这个国家，带领国家再次回到上帝面前，重新守律法、守节期，但却没有想到这个国王很年轻就过世了，以至于整个国家后面的整个几个王又把国家搞得非常的糟糕。圣经描写说，后面这几个王都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以至于整个国家好像看上去要到一个可以改变的时刻，但没有，突然又像溜滑梯一样，变成了非常糟糕的结果。而且刚刚的经文你会发现，先知在描写当时的社会不公义，坏人欺压好人，然后这个敬拜偶像，国内非常的动荡不安。而且当时他们原本最大的敌人亚述帝国，虽然看似好像渐渐的要结束掉了，要渐渐的走向衰败，但是另外一个更强盛的帝国叫巴比伦帝国，它又再一次的要兴起了。所以先知哈巴谷在面对周围的环境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改变，所以他的内心非常的忧伤，甚至也非常的疑惑。于是他向上帝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上帝啊，你为什么不看我们？上帝啊，你为什么不救我们？上帝啊，你在哪里？上帝啊，你怎么安静都不回答我呢？他看见他的内心看见这样他所处的世界非常的哀伤，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有时候我们看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国家，甚至你有时候看你自己，看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所做的一切，有时候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有时候你内心也可能感到一个疑惑，感到一个忧伤。我明明好像做得还不错啊，我明明好像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啊，但为什么我还是经历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断在问，我们也不断在向神说：神为什么？但我们将要再次透过先知哈巴谷，上帝给他的启示，以及上帝跟他的应答，我们再次学习，也盼望给我们一个新的提醒。当我们在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知道问为什么的背后是谁在带领，问为什么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去面对。第一个，我们来看哈巴谷为什么问为什么。先知哈巴谷在当时候，他在困境当中大声的呐喊。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刚刚投影片没有特别的秀出来，不过我们再一次看哈巴谷书第1章2到3节。哈巴谷对上帝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争斗的事情。哈巴谷一直在问，他问上帝说：上帝，我向你祷告，但你不听欸，要到什么时候你才要听？上帝，你看我们这国家快毁灭了，里面的百姓有够糟糕的，你为什么还不拯救我们？上帝，你为什么看着这些邪恶事情不断的发生，然后你置之不理呢？哈巴谷不断的埋怨，不断的问，甚至我们刚刚读到第13章，
哈巴谷说：“上帝，你是眼目清洁的，不看邪僻的，不看奸恶的，你也行诡诈的。那些人，你为什么看着不理呢？你看到恶人要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什么静默不语呢？上帝，你在做什么？上帝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做一些事情让我们看看？”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他说：“上帝，你不应允，要到几时？”不应允，他在原文的意思事实上就是不听。哈巴谷说：“上帝，你怎么都不听啊？”你看，我们刚刚读的和合本，他说：“上帝，你不应允。”现在中文本就是说：“我要呼求多久啊，你才要听？”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在看现代台语，他就说：“你无听要偌久啊？兄弟啊，你无要听？上帝，你不听要多久？”而且不止如此，你看哈巴谷埋怨还说什么？他说：“上帝啊，你不理我们多久？不理原本的意思是沉默。上帝，你就这样安静吗？上帝，你就不说话吗？你怎么可以看着奸恶不理呢？你怎么可以容忍这些坏事呢？你那不被插嘞？上帝，你在哪里？上帝，你在做些什么？”哈巴谷看见当时的社会非常的纷乱，刚经文也描述到，他说是一个罪恶。充满毁灭，充满强暴、暴力的事情，非常多的争端，非常多彼此相斗的事情不断的发生。哈巴谷内心当中也不能理解啊，为什么我的国家变这样，我的社会变这样，我的生活变得一团糟。甚至我们看到刚刚的经文，上帝说我要差遣那个强盛的人，叫做巴比伦人，我要来惩罚以色列。哈巴谷觉得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出现比以色列更糟糕的人来惩罚我们？哦，我们真的很糟糕，就是以色列人，我们真的很糟糕。我们这个拜偶像，然后我们不行，没有做上帝喜悦的事情。但是上帝怎么可以派一个更糟糕的？怎么可以派那个这么邪恶的来毁灭我们？而且上帝你怎么连这一句话都没有说？你也没跟我们解释啊，为什么是派他们来？所以我们再一次来看一下，整理一下为什么哈巴谷他要大声的呼求。第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先知，先知要传达上帝话语的人，希望他的百姓这些国王可以听，以至于整个国家氛围可以改变。但是他发现，这个百姓没有变啊，国家没有变，所以他看到这样罪恶的事情不断的发生，他很苦恼，而且他也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你不出手呢？你看你的子民，然后你的国家已经变这样了，上帝为什么不出手？上帝好像毫无反应呢。而且他第二个看到他是上帝怎么可以用巴比伦人来毁灭我们？上帝好像似乎在祝福那些坏人呢。上帝，如果你要惩罚我，你就来惩罚我们就好啦，我们是你的子民哎，你为什么叫比我们更坏的来惩罚我们？这样你是不是在祝福那些坏蛋，祝福那些巴比伦人？所以哈巴谷在那个时代当中，大声的呼喊，大声的喊叫：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不听吗？神啊，你真的不理我吗？我祷告了很久哎，我等了很久哎，神你到底在哪里？事实上，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大声呐喊，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也不断的疑惑，甚至我们也不断的在担忧。事实上为什么这件事情不是哈巴谷疑惑的？不是哈巴谷疑惑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我们都有一些为什么？我们都有一些我们带着自己的疑惑，带着一些困惑。为什么？有时候甚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经历到的上帝也让我们不明白，神你为什么这么做？神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不是爱我的神吗？你不是赐福给我的神吗？你不是保护我的神吗？你不是看顾我的神吗？你为什么这么做？哈巴谷那个时代在问的，我们这时代仍然在问：为什么要疫情？为什么要战争？为什么缺水？为什么蛋这么贵？为什么什么东西都要涨？为什么我的工作有问题？为什么我的家庭遇到问题？为什么我自己有遇到很多的问题？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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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哈巴谷在问，这个时代的我们也在问。事实上，圣经当中不止哈巴谷也在问为什么，连耶稣也在问为什么。
上个礼拜我们才刚经过受难周跟复活节，如果你还有印象，在受难周的那个礼拜五晚上，有一出戏剧，我们的金井小组长他演耶稣，非常辛苦的爬到这个台前，最后说了一句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连耶稣也这么说，连耶稣也问为什么？连耶稣也在问为什么？上帝，你为什么放弃我？不仅是哈巴谷问，不仅我们问，事实上连耶稣也问了，为什么？这个时代我们仍然不断的在问。但是我们再回到一开始我们说的约伯这个人，约伯这个人他的3个朋友，我们刚刚说约伯失去了一切，但他3个朋友来到当中，好像没有解决到约伯为什么的这个问题。这3个朋友来也没有安慰到约伯，这3个朋友来到约伯旁边，他们反而是在帮约伯找一个为什么的答案。所以这些朋友来他们旁边跟约伯说：约伯，你想想看哦，你是不是有让一些无辜的人受伤害了呢？你是不是有一些做犯罪的事情？或者是你的儿女是不是犯罪了，所以你的儿女就丧失了生命？还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贫困的人就没给他水喝，肚子饿了也没给他东西吃？你看这些人在帮他做什么？试图在帮他的问题找一个答案，甚至他们在这些问题给答案的背后，他们尝试在取代自己是上帝。他们帮约伯说：“你遇到这些事情，可能是你犯罪哦，所以上帝不喜欢哦。你遇到这个事情你可能是你的儿女犯罪哦，所以上帝不喜欢哦。可能是你以前做过什么小事，上帝不喜欢，所以惩罚你哦。”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没有帮助到约伯，甚至好像也没有办法真的了解到这些事情背后真实的意义。我们当然可以提出为什么，耶稣都可以提出了，先知都可以提出了，我们也可以提出我们的为什么。但是重要的是要把问题带回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随意的找答案。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时常把问题带到人的面前，带到我们熟悉的地方，带到我们所依靠的，而不是带到上帝的面前。耶稣刚刚在十字架最后虽然说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前面耶稣说我的上帝呀，他仍然把问题带回到上帝的面前，在上帝里面求，在上帝里面问。在这个时代我们都问为什么，但为什么之后呢，我们去哪里寻求答案？我们是自己成为上帝像约伯3个朋友说那你可能就是这样哦，你可能就是做这些事情哦，还是我们再一次的愿意回到上帝面前去寻求答案呢？哈巴谷书的1章12到13节，我们看见哈巴谷做一件事情，他虽然在埋怨，不过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哈巴谷在抱怨，哈巴谷在疑惑，但是他仍然知道上帝的真的身份是什么。他仍然在他的抱怨，在他的埋怨当中，很清楚知道上帝仍然同在。所以他才说：上帝啊，你不是从以前到现在都在的吗？上帝啊，你是至圣的神，你是我们的上帝。上帝啊，你是我的磐石，上帝你是我的避难所。哈巴谷没有在他的抱怨当中就一直叽里呱啦，然后一直讲说上帝啊怎样，他还是很清楚知道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所占的位置是什么。他还是把他的问题带回到上帝的面前。有时候我们在信仰当中会挣扎，有时候在信仰当中我们会怀疑，我们不解。但是有时候比起表面的宗教的行为，这样子的方式反而表现出跟上帝有更亲密的关系，有更加合宜的关系啊。哈巴谷对上帝的作为有疑惑，有埋怨，也有不解，但是很重要一点是他仍然紧抓住上帝。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仍然紧抓住上帝。他知道就算在他的不了解当中，在他的为什么的背后，
还是有这么一位的神在这个背后在掌权啊。罗马书8章2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保罗写到万事都互相效力，而且说到是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每一件事情，上帝的心意在。当我们提出为什么时候，别忘记上帝的心意难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不断的在问为什么，很多事我们仍然没办法解决，我们不知道。但不要忘记，有这位神仍然与我们同在，把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如同哈巴谷所做的。但是有时候，上帝可能会给我们出乎意料的答案，如同哈巴谷，上帝也给哈巴谷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第1章第5到第6节，上帝跟哈巴谷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的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情，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哈巴谷一直跟上帝祷告，上帝你不听，上帝不回应。好了，上帝说：“我回应你了。”但是上帝给的回应却是什么？我要派巴比伦人来消灭你们，绝对超出哈巴谷的想象。哈巴谷可能是想说，那上帝可是立一个新的国王，或者是上帝要来亲自来处罚以色列人，但却没有想到上帝给他的答案不大一样。上帝回答哈巴谷了吗？回答了，但是代表上帝没有坐视不管，上帝没有掩面不看，上帝也没有沉默，上帝还是有说话。但是上帝好像也没有直接解答哈巴谷的疑问，甚至也没有安慰到他。上帝的回应跟哈巴谷所祈求的完全的相反。他应该是希望国家可以太平吧，希望百姓可以悔改吧。但上帝说：“好了，我回答你喽。”但是却是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上帝有时候回应我们的方式，有时候跟我们期待的结果并不一样相同，甚至是超出我们所想象的。上帝回应我们，但是上帝有时候回应我们，跟我们期待的有时候可能不一样，甚至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但即便如此，上帝仍然回应了哈巴谷，甚至让哈巴谷看见了他的心意是如何。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文学家叫 C.S. 路易斯，他人生当中遇见了非常多的苦难，有遇见了非常多的挑战。当在面对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苦难挑战后，他说，在安逸当中，上帝的声音显得微弱；在患难当中，上帝的声音分外的嘹亮。他说，人处在一个非常安逸的当中，不会注意到上帝的声音，但是实际上，在患难困苦当中，上帝的声音事实上是更加嘹亮的，让你知道上帝是一直都在。上帝其实一直都在。只是确实，有时候上帝给我们的方式，让我们所领受到的，让我们所感受到的，好像不见得跟我们所想象的。事实上，上帝没有改变环境啊，上帝没有改变哈巴谷当时的国家的状况，没有改变整个氛围，甚至超出哈巴谷的想象。但是上帝用一个方式，他是要改变哈巴谷。让他学习如何去回应那个环境。上帝没有改变环境，甚至是超出他所祷告的。但重要是上帝要让他去学习回应那个环境。如同这几年过去2-3年的疫情，疫情不断的变化，我们也在试着如何跟疫情相处。我们不断的有新的疫苗，不断有防疫的政策，不断的去对抗这个病毒。直到如今，事实上病毒还是存在啊。我们好像没有无力去改变那个环境，但是我们是在做的是不断的去回应这个环境，以至于我们可以适应。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时候也觉得啊，好像我现在所处的环境不是那么容易的改变，我现在所遇见的困难、遇见的挑战就是这么大，不知道该怎么办。这让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情，有时候是让我们去回应那个环境。
有时候让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再一次去找着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先知也如此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也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上帝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也不是你的道路。”有时候出乎我们的意料，但上帝仍然有最好的安排存在。信仰并不是帮助我们就完全的摆脱、完全改变我们所遇到的难题跟这些困难，而是帮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苦难的勇气跟力量。信仰不是帮助我们就好像这个接受这个信仰，什么就没事了，完全都没事，而是在苦难当中，在遇见挑战，在你在问为什么的时候，你仍然得着勇气，得着力量去面对。特别是当面对出乎意料的答案，神还是给我们足够的勇气跟力量去面对。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些事情也真的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甚至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但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也学习在困境、在困难当中不断的等候，甚至不断的来看见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其实先知哈巴谷他表现的态度，有时候也跟我们祷告有点类似。有时候我们祷告会向神求一些事情，我们都会希望可以马上看到成效，我们都希望可以马上看到有效果就出现了，或者是希望在上帝你真的照我的心愿来成就。神啊，我祷告这个就希望照我的方法来完成哦。神啊，希望你赶快在这个期限内让我可以看到结果。哈巴谷不断的问，他也不断的求神啊，赶快让我看到，神啊，赶快让我看到。但是却没想到，上帝让他看到的时候，让他听到的时候，也好像跟他也不一样啊，跟他所想的也不一样。这个时代当中，让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件事情，是在困境当中，在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还仍然有一颗等候的心，而且是愿意去等候的心，愿意回应的心。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他跟神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又再次问神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要尝这个苦杯？”但是最后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希伯来书第5章7到8节，特别是第8节，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在这个时代当中，事实上不断的考验我们有没有一颗等候的心，有没有一颗顺从的心，有没有一颗愿意回应的心。试试看我们今天只看哈巴谷书的第1章，如果你有机会继续往后翻哈巴谷书的第2章，你会看见哈巴谷做了一件事情。当他在不断祷告、不断寻求之后，圣经描写说，哈巴谷说：“我要爬上瞭望台，等着看上主要跟我说什么，看他要怎么样回答我的诉苦。”于是上帝再次回答哈巴谷，他说：“你要把我启示的清楚的刻在板上，让人一看就读得出来。你要把它写下来，因为实现的日期还没有到，但是时候就要到了。我所揭示给你的很快就要实现。你也许会觉得太慢，但是等着吧，事情一定会发生，且不延缓。”当哈巴谷不断地在问，上帝再次回答他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实现的日期还没有到，但是快到了。你可能会觉得太慢，你可能觉得怎么都没有，但是上帝说等着吧，一定会发生。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全，有他的时间在。你会发现，上帝没有为他自己提出辩驳，他也没有为自己提出解释，他也没有跟哈巴谷说为什么我派巴比伦人，上帝也没跟先知说为什么你要等，为什么时间还没到。上帝唯有留给哈巴谷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答案只有应许而已，
只有上帝的应许，上帝说：“我一定会成就的。”上帝说：“我一定会成就的。”等着吧，一定会成就的。在你的为什么当中，上帝会给你答案的。或许不是现在，在上帝的应许当中，他总会给你答案的。在你不明白的背后，不明白事情由来为什么会这样，上帝仍然在背后。在我们长老教会非常著名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高居民牧师，在当时台湾美丽岛事件的时候，他也受到非常大的逼迫，受到非常大的困难。但是在他面对非常大的逼迫、非常大的困难，他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叫做《主的旨意最美善》。这首诗他说：“我求主给我一束的鲜花，但他给我一颗又难看又有刺的仙人掌。我求主给我几只美丽的蝴蝶，但他给我许多又丑陋又可怕的毛毛虫。我震惊，我失望，我哀叹。但经过了许多日子，我忽见那仙人掌盛开许多鲜艳的花，那些毛毛虫也变成美丽的小蝴蝶，飘舞在春风里。上帝的旨意最美善。”当一个受到政治迫害、受到当时代高压的一位牧者，在他面对这么大的逼迫、患难当中，他却写下了这一首诗：“主的旨意最美善。”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个事物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但是不要忘记，有隐藏的一定是上帝美好的旨意。即使面对困境，我们也知道我们不会被上帝遗弃。即使面对困境，我们也知道上帝没有离开我们，仍然享受我们可以跟上帝团契的美好。其实我们都一直渴望得到一个答案，不仅是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人际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经济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国家的问题、整个世界的问题。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我们渴望得到所有的答案，但是拥有上帝的本身，已经取代所有的问题。拥有上帝的本身，就已经取代掉所有的问题。在背后仍然有上帝美好的心意。所以保罗在罗马书5章3到5节，他也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在患难当中忍耐，忍耐当中生出老练，老练当中生出盼望，在盼望当中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以及他给我们的慈爱浇灌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断问为什么，但不要忘记，拥有上帝的本身已经取代了所有的问题。先知哈巴谷的名字很特别，他的名字是拥抱，是怀抱。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拥抱上帝的旨意。纵使我们不明白，纵使我们觉得上帝还要多久，但是也让我们学习有没有拥抱上帝的旨意。但是也要记得，在为什么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仍然是被上帝所怀抱，上帝仍然保抱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神说可能还没有实现，但是等着吧，有一天上帝会成就在你生命当中的美好事。可你现在在问为什么？但有一天上帝会给你属于你自己的答案，属于你的美好的回应。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当中，在这个我们永远猜不到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代当中，让上帝的本身取代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为什么。不要忘记拥抱上帝的旨意，也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所拥抱的人。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们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
主，在这个时代当中，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有许多的事情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不断的疑惑，不断的问为什么，甚至不断的埋怨。但主，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问为什么的背后，我们仍然将这些问题带到你面前，而不是随意的猜测，随意的找答案。主，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你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方向。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正是找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旨意，也让我们知道，主你是时常拥抱着我们，你是时常在爱我们，时常赏赐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主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叫做《顺服》。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们再次从头来唱。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刻，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意念，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们一起来为了几件事情来祷告。首先，我们为了自己来祷告。或许你此时此刻内心当中就是有许多的为什么，有许多的疑惑，但求神帮助你，求神帮助你抓住他的心意，拥抱住他的旨意，也让你知道你不是孤单的，因为上帝仍然拥抱着你，上帝仍然对你是不离不弃的。愿神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疑惑当中仍然抓住神。我们也为了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的国家也遇见了非常多，不论在内政、在外交，有许多的困顿。求神帮助我们的国家，也特别我们看见南部有缺水的危机，求神在降下雨水，滋润这块大地。也为了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当中，让我们教会也抓住上帝的心意，让我们愿意来回应主的呼召。我们也为了教会当中身心软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在软弱的时候，真的是得着主的帮助，重新得力。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每一件事情，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在我们的同在当中，主，我们看顾我们的时候，主，我们谢谢你是这样子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是这样子同在，主，我们谢谢你看顾我们的时候，主，我们谢谢你是这样子同在。
我们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最诚心的祷告。主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事情为什么这么发生。主，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条道路这么的难走。主，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变化的那么快。但主，我们唯有知道的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那我们在问为什么，在追寻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鼓励我们，不断的支持我们，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因着有你，再次得享平安，再次得享喜乐。主，免在我们的国家再一次的交托，特别在我们国家遇见困顿的时候，求你再次掌权。主，我们相信你是我们国家的主，你也是我们每一个百姓的主。求你赏赐你的平安在我们的国家当中，也赏赐雨水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浇灌这块土地，也浇灌我们每一个百姓的心灵。以我们的教会祷告，当我们在推行许多事工的时候，主啊，真的是要从你而来的力量，从你而来的智慧，让我们所进行的每一件事情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而是靠着你所给我们的智慧，靠着给我们的我们的能力，我们才能成事。让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是带有果效的，让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是充满祝福的。主，也为了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你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你知道每一个人所软弱的地方是什么。主，让他们再一次得着刚强，因着有你，他们的生命要再一次的不一样，因着有你，他们的生命要再一次被扶持。主啊，感谢你，也再一次鼓励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是被你所怀抱的，我们是被你所爱的，我们是被你鼓励的，我们是被你所珍惜的。主啊，帮助我们一生抓住你的应许，一生顺服在你的带领当中。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我们会众请起立，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我们做报告、消息报告之前呢，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分享见证哈。
那我们的中保代祷的服事到4月底就一段落了45期，再来就是46期准备要开始了。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服事时间的尾声的时候，我们就会请当中参与的同工来做见证分享他在参与中保代祷事工的一些感动，或是学习，或是得恩典今天呢，我们要邀请苏瑜琪老师、施瑜琪姐妹来我们当中来做见证。她现在是成大的土木系的老师我们分享看看她怎么样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拍手欢迎她来。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3年多前，我第一次写代祷卡，是因为医生们看完我断层扫描的片子，怀疑我是第1期的肺癌，要开刀拿出来化验。当时因为很紧张，所以写下第1张代祷卡之后，就去开刀了。然后开刀出来说没有事，不是恶性的。在这之后，我每次看到中保代祷的差派礼，都会觉得很感动。觉得很感谢他们在密室里帮我祷告，让我可以平安无事，但也只仅止于感动而已，没有让我成为中保代祷的同工，因为我觉得平常工作已经很忙了，要每周固定1个小时绑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在这之后又过了1年多，那阵子我遇到一些事情，用自己的方法没办法解决，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天晚上，我跟上帝说，如果我让他用的话，他是不是可以教我，让我变成好一点的人，就可以摆脱那些恶性循环？其实当时我已经受洗8年了，但是这8年来我都不愿意让上帝使用，所以每次教会里面都祷告说，就是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器皿，我都自己略过那一段，因为我怕上帝要我做一些我不想要做的事情。但是那阵子我真的没有办法解决遇到的问题，所以才会这样跟上帝说。那其实呢，睡前跟上帝的对话也不是一个正式的祷告。没有奉主的名，最后也没有阿们什么的，就这样想一想，我就睡着了。然后睡着之后，我就做梦，梦到中保代祷的差派礼，但是那个差派礼跟我们教会的差派礼又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的差派礼是大家排一排，让夏牧师同时做差派，可是我梦里的差派礼是，就是一个一个像颁奖一样上台，然后夏牧师一个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差派，然后再下去这样子。然后才派到最后一个要结束了，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台下要跑到台上去，然后夏牧师看到很高兴，就在台上说：“快点上来哦，这里还有一个啊。”然后就梦到这里我就醒了，然后一起来我是半夜3点多，然后我就想说然后我觉得我不适合，然后就是因为我平常祷告的时候，我感觉上帝好像都不太想理我呢。然后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不是那种很顺服的基督徒，所以我跟上帝的关系呢，就比较像是我常常不想听他讲话，然后他也常常不想听我讲话这样关系啊。然后不过这方面我有想到解决的办法，因为我有一个同事，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然后他如果祷告，上帝都会听，所以我就把我要祷告的事情，他帮我跟上帝讲。然后他如果帮我祷告，事情都有暂时的顺利。所以我就需要他每天帮我祷告，然后我每天就3、4项这样，4、5项啊，4、5项请他帮我祷。然后他一开始有认真帮我代祷啊，但是后来就是可能太累了还是怎样，就是他就开始偷工减料，就是有时候我请他帮我祷告4项，然后他就只有祷告1项，然后有时候他都没帮我祷告啊，他就睡着了。然后他如果没帮我祷告，我都会马上发现，因为事情马上就不顺利。然后我隔天早上再去办公室骂他，就是我说你是不是这项那项没有帮我祷告到？你看现在事情变这样了，然后他都会吓到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要做代祷勇士的话，应该是我同事这种比较适合啊，就是我这种还要靠别人的哦，是要怎么帮人家代祷？然后我就想说吼，一个梦不准啊吼，我就跟上帝说啊，不然这样啦吼，我再去睡啊。然后如果说你要我做事吼，你就再跟我讲一次这样。然后我就去睡了。然后其实睡不太好啊，但是我还是有睡着。然后隔天早上起来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有点高兴，我就想说，哎，我没有梦了呢，好吧，是不是可以不要去哦？不想去哦。但是我后来又想想，那个是差派礼呢，我会怕，就是还是去好了。然后后来很快就跟代祷团的团长慈宝老师联系上，然后也才知道说我是那一期最后一个代祷的同工，然后就跟我的梦一样。然后因为第一次见面吼，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我有这个梦，所以他也不知道。然后他说你刚进来吼，你不要一进代祷室就急着帮人家祷告，你要先跟上帝建立关系。然后我就心想说，哎，这团长不知道我有那个梦啊，上帝就是叫我来念代祷卡的啊，所以我就没听他的。然后我进去代祷室之后，我就没有花什么时间跟上帝培养感情，我就简单自己祷告一下，就赶快把那代祷卡拿起来，赶快帮人家代祷。啊，我自己是觉得很神圣啊，吼，就这样神圣了大概3、4个礼拜，以后就没有力气了。就有时候进去祷告到一半哦，就突然就觉得哦肚子好饿哦，然后就开始想晚上要吃什么，然后一想都想好久，想不到。然后有时候我就进去没多久，就觉得好想睡觉，然后那个手机哦，不知道为什么就进去之后都好多人要找我。然后我就觉得说，人家说那个属灵的征战可能是真的，然后就开始有点警觉。之后呢，因为代祷室里面有一些书，我就把那个书拿起来看，然后那些书对我认识上帝，对我平常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上帝真的有应允我那天睡前问他说，可不可以教我让我好一点？就透过那些书，上帝改变很多我看事情的方式。比方说，在这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说，其实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那因为这个骄傲就引发了很多问题，现在就可以慢慢调整。然后那阵子因为生活上的问题很多，然后我就想到团长说我不止帮人家代祷哈，他们就是我也可以自己写一张代祷卡，他们大家可以帮我祷告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哦，那这张代祷卡可能有什么特别的祝福哦。然后但是我问题很多一张怎么够哦？后来我就想到我可以把那个字写得很小很小。然后这样我就可以把所有问题写在同一张代祷卡里面，然后这是错的，大家不要跟我一样，一张代祷卡只能写一件事情，一张只能写一件哦，就是如果你有很多件代祷事项，你就写很多张没有关系。然后在那些错综复杂的问题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根源是我没有一个真正属于我自己可以安心居住的房子。我看房其实看了3年多，然后那时候台南房价涨得很凶啊，就我一来的时候它就在涨，然后所以我一开始喊价是照实价登录的价格喊，可是这是买不到的，因为你没有跟到那个上涨的坡度，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喊的比实价登录还要高，然后有2次差一点买到，就是我的价格都喊得很夸张了，但是还是买不到。然后写下代祷卡之后2天，我的房东就传了一个链接给我，跟我说苏小姐这房子你可能会喜欢。我一看，这不就1个多月前我看那间很喜欢的房子吗？那个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每张照片我都很喜欢，可是价格真的太高了，所以我没有实体去看那个房子。但是我还记得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时候，还有想说，这如果是我的房子该有多好。然后房东丢网络链接给我的时候，那个房价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降了300多万，然后我就赶快去看，然后看了之后又更喜欢，就实体去看。然后我就很怕人家来跟我抢了，因为他降价降很多，然后我就赶快出价，但是我没那么多钱，所以他已经降了300多万了，我自己降了将近200万，然后我就这样出价了，然后3天之后屋主就直接卖给我了，整整比他们当初的开价低了498万，也就是500万啦。然后成交之后，我才知道说，我当初下斡旋的时候，斡旋就是你的出价，如果屋主觉得他可以考虑，他会收的一笔定金啊，就代表你们双方都认真在考虑这个价格。那他收了之后，他就不能跟其他主客户谈了，因为那个是一个单一斡旋的房子。然后他收了我斡旋金之后，有一组客户出比我高30万的价格，希望屋主可以退我的斡旋金。
但是屋主想到说，我那时候说我的教会在正对面，就是我的教会就在富强教会的对面而已。然后因为这样我想要买这房子这样，然后他们还是卖给我了。他们甚至不是基督徒。然后本来我还有想说，这个屋主是不是欠人家钱哦，要招楼还是怎样哦？就是那个房价怎么会降价降那么凶哦？结果也不是，他们只是很普通的人家。那虽然我买在房市的高点，但是我买房的时间点是我最需要房子的时间，真的是很有恩典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需要，记得写这张黄色的代祷卡，就是中间那一张黄色的。那如果有被应允的话，记得写红色的应允卡。那蓝色的话是写教会服事相关代祷的，就教会服事相关事项的代祷。那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在这之前没有做过正式的服事，其实中保代祷的服事很适合作为你第一个服事，因为这个服事是很轻省的服事，上帝的灵在代祷室里面。所以要去之前不会觉得说要做一件工作有很累的感觉。那一个礼拜只要服侍1个小时。那这个礼拜如果有遇到什么困难，我的经验是上帝会在密室里面回应你。那虽然我当初不是为了得到这些属世跟属灵的祝福参加中保代祷，但最后在这当中得到了很大的益处。所以大家如果愿意开始服侍的话，其实上帝都会亲自纪念、亲自祝福你。谢谢大家。谢谢。听了很感动哈，我们谢谢于琦老师他的分享跟见证。好像不久前哈，我看到基甸牧区到苏玉琦老师家给他们做新居落成啊，我说原来他买了新房子，而且哈是教会的邻居，是加入走路来教会的一员哈，真的恭喜他。不过我看到他的分享跟见证很生活化。我们人的信仰的过程大概都大同小异，是看你怎么样认定神的道路。当你完全的交托的时候，神就加倍赐福给你哈，很不简单呐。特别是买房子的过程，真的是太让我们惊讶了哈。神开路，那祝福苏老师哈，他北部人了哈，他来成大教书，虽然他很年轻啊，不过已经是当老师了哈。恭喜他，也继续为他代祷。他邀请大家，我们在下一个月开始就新的46期的中保代祷，期待大家能够1个礼拜有1个小时的时间奉献给神，然后在代祷室一起来祷告。你其实为别人祷告，那些恩典也同样给你哈。大家一起努力哈。还没有参加的苏玉琦老师说。第一个服事就参加中保代祷欢迎鼓励大家在楼下1楼有签名的地方签名你参加。那因为等一下还要补充报告，我先做一些重点先报告，然后再交给我们的诗会首先要先介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第一个是蔡玉静姐妹还有一位是李琦是不是新朋友？欢迎你们来参加。2位一起来，感谢主。再来就是黄婉琪在哪边？还有一位是写2位，还有一位吗？好，跟朋友一起来，欢迎你们来参加欢迎你们2位。再来就是郑贵婉还是苑？何伯、郑贵燕还有何伯，欢迎你们2位，欢迎，好，欢迎你们2位感谢主都今天我们很多新朋友。另外刚刚曾牧师有说他的好朋友是从台北来的雅圣传道在那边吗？这边2位吗？一起来欢迎你们，好，欢迎你们。感谢主有那么多新朋友来我们当中牧师做几点重点的补充了先做补充。第一个呢，就是刚刚有讲到中保代祷，从5月到8月的服事那我们要在5月7号举行那个差派礼还没有签名的赶快那第二，这个刚刚有
漏掉了，这个是说祷告事工的邀请，因为这个文字漏掉，我重打，但是没有贴在这里了哈，抱歉。那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教会有主日早上第一堂的祷告会，还有礼拜五晚上的祷告会，期待大家能够踊跃来参加哈。那我说周报的第6点哈，第6点特别鼓励说大家我们的基督徒，特别是我们富强人哈，能够有这样的服事了哈，就成为一个整全的基督门徒。第一个就是每周参加主日礼拜，第二个是参加一次祷告会，第三参加一个小组或是团契，第4个是参加一项事工的服事啊。期待我们的富强人每一位都有这样的恩典哈，就是4项我都没有漏掉哈。那第2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疫情已经慢慢解封了，然后我们周报有报告说明天开始我们大概台湾只剩那个医院或是救护车强制要戴口罩，其他呢如果你觉得很 OK 就不用戴口罩了，连搭车都不用。那表示说政府已经认定这一个 COVID-19 已经慢慢成为一个流行病的一个记号了。那重点是我们还是要保护自己。虽然很多人还是习惯戴口罩啦，听说很多比例至少2/3以上的人还觉得继续戴口罩，但是至少我们觉得说来参加主日礼拜是一个非常重要，大家弟兄姐妹大家齐聚一起见证上帝的恩典虽然我们做礼拜，还是鼓励大家戴口罩，这样的话减少那个群聚的感觉期待大家踊跃邀请最近比较少出席的弟兄姐妹回到教会来，特别是主日礼拜，我们有小组聚会，而且还要参加主日礼拜，这才能够完整另外做一个补充报告，就是我们在礼拜5晚上的8点，我们的堂外聚会时间要邀请一位年轻的创业家叫做波阿斯，他的笔名他的原名叫做王国信弟兄。他在8点要在地下室，我们的1楼我们大楼的地下室举行一个见证分享，把他的创业过程、人生历程，特别是他曾经20几次到以色列做背包客，去亲自领受我们的福音的源头那边感受到什么样的恩典他要分享见证心路历程虽然很年轻，但是人生的经历很丰富。期待大家不只是小组弟兄姐妹，其他弟兄姐妹都踊跃来参加。那隔天就是礼拜6礼拜6的晚上，就是我们青少年提摩太牧区聚会的时间他们也要同样邀请这位波阿斯来分享7点就开始，因为他们青少年7点就聚会了分享父与子的旅程，那要分享他的成长这个经验欢迎我们的青少年，特别是青少年的父母都一起来听这一点是特别的邀请。那另外我们圣歌队特别举办一个研习会就是在4月29号的礼拜6下午2点半，是礼拜6下午邀请一位歌唱家，就是王乔伊老师来指导美声教唱跟演练，那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圣歌队提升我们的服事的品质，也邀请我们的敬拜团。那弟兄姐妹，你对唱歌有兴趣，也很想参加服事的，那一天可以参加隔天呢，就由王乔伊老师直接指挥我们昨天刚练的一起来献诗，一定有很棒的体验大家现在唱诗歌有不同的唱法，但是这种正统的诗歌来练习，一定对你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那再来就是再一个补充了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跟大家提起说，因为我们为土耳其来做赈灾的奉献，那在上个月有奉献这个圣餐奉献，还有包括赈灾奉献的，你只要名单列在你的奉献名单里面他们要送一份口罩，特别总会 logo 的口罩给你做纪念如果你还没领的希望能够到办公室来指明你有你的名字来签名来领取这样子感谢主我们期待我们的那个
主日礼拜更多的弟兄姐妹回到我们当中来哈，所以你身边的朋友如果最近没有到，鼓励你大家来邀请他们回来哈。那其他的补充其他的报告我们就请例行的报告，我们请我们的诗会来。我们先来背诵本月的金句在周报的最后一页。本月金句以弗所书第3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2遍。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以弗所书第3章21节，我们再来一遍。但愿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以弗所书第3章21节。我们下周的一个司礼陈秋怡执事，其他的服事同工请留意。我们再看第4页的肢体交通。本会今天4月16号在下午1点半有召开定期小会，我们请小会员预备心参加。第3点，众保代祷征求第46期代祷同工，我们在5月7日2堂举行差派礼，我们邀请新旧同工一起来做差派。那有感动的兄姐也欢迎来做报名参加。第4点，经邀请在4月21号的基甸讲座跟4月22号的提摩太讲座的部分，我们欢迎兄姐来报名来一起参加。第5点，总会第68届通常会议在4月18跟20号举行，我们的本会夏牧师跟谢牧师代表来做一个开会，我们为总会的事项跟推动事工来做代祷。其他消息，我们在会有动态的部分，本会林伟勋兄跟陈玉琪姐次子媳林义婷跟陈倪巧夫妇，在3月30号蒙主事的一位男婴，取名叫林承佑，我们恭喜，也愿主保守母亲的健康恢复，并使婴儿有平安健康的成长。婚礼讯息，前实习生刘培慈神学生跟昆山教会蔡约信传道。定于4月23下午2点半举行婚礼，在大光教会，我们恭喜，也欢迎我们的兄姐来做观礼跟祝福。其他的消息跟牧区总会中会，我们请会友自己来看。第8页跟第9页在奉献如有出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财务部来做更正。最后，我们这边请牧师来做祝祷。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上帝来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大家请坐，默祷。